高雄新興分局昨在執行的時呢，雄雄有一個查甫人，甲這個警察車的車門開咧，就安尼坐入來。嘛，因為這個查甫人，伊講家己是食酒醉，啉唔到車，這個、警察才放伊去。結果這段影片呢，煞出現佇個網絡頂頭，一個人是哪翕哪笑，敢若是刁工咧創治警察。即馬這分局已經要追究責任，照社會法來甲上班。員警落車拍開後座車門，甲穿白衫的查甫人請落車。查甫人唔知對員警講啥，手閣要打起嚟，去互員警背去邊啊！翕影片的人哪翕哪笑，甲這段影片放去網絡。當事派出所講，員警17佇高雄大東路執行守望勤務，這個查甫人車門開咧，就坐入來。員警請伊落車，伊講家己食酒醉，入唔到車。員警甲警告了後，就放伊走。想要到這自頭到尾，攏是佇咧創治人。你是你家的，我沒話說，但是這是警察局的，那你就是造成了警察先生的人員的困擾啦。啊，你還拍照，還開玩笑，還笑得很大聲，我覺得這種開玩笑不能開玩笑。甲執行勤務的警察車當作七套面做個的過程，佮翕影片放佇網絡當作笑話，那一般民眾無法度接受。現在警方也要追究責任。分局表示，員警佇咧執行守望勤務的時陣，車門攏會鎖起來，因為迄當陣拄落車去處理交通違規線，上車也袂負鎖門，就當着人烏白開門。警方表示，已經調監視器咧追查當中，無論是開車門的，還是翕影片的，攏會按照社會法來上班，相關會當罰12000塊。不要有個嬉戲。一個好玩的行為。如果說有擅自進入警車，然後有碰觸到我們警用裝備，這個可能有涉嫌妨礙公務的行為。那像這個案例，我們本分局一定會嚴正追究。針對治安熱點安排守望勤務，若是發生狀況，員警就隨通報支援。警方表示，以早特勤捌當過真正食酒醉，甲警察車當作計程車的代誌，毋過無想到會有人用安尼來作結。呼籲民眾代誌愛要分輕重，千萬毋通烏白講耍笑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報道。